呢兩日網絡上突然炸出一條令到成個華人娛樂圈震動嘅新聞，89歲嘅香港影壇活化石四哥謝賢已經與世長辭。我哋要徹底大起底嘅係一個連香港狗仔隊跟足大半個世紀都未必能完全睇透嘅真實嘅謝賢。喺好多00後甚至90後街坊嘅眼裏，佢可能只係頂住謝霆鋒老豆光環嘅慈母老人；喺愛睇八卦嘅網民眼裏，佢係個老牛吃亂草、高調炫耀、相差49歲爺孫戀嘅風流老頭。如果你都係咁諗，咁就大錯特錯啦。要讀懂謝賢，得先摸清佢嘅底牌。喺我哋眼裏，四哥身上永遠有一股抹唔掉嘅貴氣。呢股貴氣唔係演出嚟嘅，因為佢本來就係一個貨真價實嘅二世祖。嗰一年呢，謝賢先不過15、16歲，抱住試一試嘅心態去面試電影公司，結果一考就中。靠面食飯呢4個字，俾佢演繹得淋漓盡致。當時電影公司俾佢開出嘅第一份月薪係150塊港幣，年僅10幾歲嘅謝賢拿到呢筆巨款，乖乖地把100麥上交俾屋企當家用，自己剩落50麥。一夜之間，佢成咗同齡朋友圈裏最富有嘅超級土豪。1953年，16歲嘅謝賢正式考入領光公司演員訓練班。到咗第2年，佢轉投迪華公司，接拍咗人生中嘅第一部電影《樓下版水喉》。謝賢簡直就係老天爺賞飯食，完美契合咗絕頂帥哥嘅所有標準。只要佢梳住油頭，穿住筆挺嘅西裝，往鏡頭前一站，全香港工廠裏邊嘅女工們簡直陷入咗瘋狂。每個月發咗薪水，呢啲女工就算省吃儉用唔食飯，也要成群結隊地去戲院買飛捧佢嘅場。從嗰時起，謝賢呢個名字喺香港影壇就等同於一部唔需要插電嘅印鈔機。評價一個人成唔成功，最直觀嘅標準就係揾幾多。謝賢喺60、70年代到底有幾紅，吸金能力有幾恐怖，數據說出嚟足以讓而家呢啲流量小生羞愧到挖地洞。謝賢喺60年代拍一部戲賺嘅錢，相當於一個普通香港打工仔幹100個月嘅總和，整整8年唔食唔喝嘅純收入。佢一年輕輕鬆鬆拍上10幾20部戲，等於一年就能喺香港最繁華嘅地段買下10幾層樓。暴富之後嘅四哥花錢嘅作風可謂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買半山豪宅、買勞力士名錶，呢啲對其他明星嚟講係終極目標嘅動作，對佢嚟講只係基本操作。由於嫌棄香港市面上嘅車唔夠拉風，佢直接從歐洲全款定製造價極其高昂嘅超級豪車，通過海運運回香港，掛住極其囂張嘅車牌，全香港僅此一架。嗱，呢仲唔算完，極度注重個人排場同生活情趣嘅佢，甚至花天價買咗一架水陸兩棲嘅敞篷戰車。唔單止如此，遊艇一買就係2手。喺嗰個普通人仲喺為一日3餐發愁嘅年代，佢嘅錢真係花得如流水一般痛快。到咗70年代末期，謝賢極具前瞻性咁從電影圈殺回咗電視圈，高調加盟天線網絡電視。一部神級劇集《千王之王》橫空出世，佢飾演嘅老千羅四海霸氣側漏，瞬間紅遍中港台乃至成個東南亞華人圈。從此四哥呢個名號取代咗謝賢本名，並直接開啟咗成個香港影視界持續10餘年嘅賭片新潮流。除咗幕前風光，佢喺幕後嘅腦子也非常靈光。佢同鄧光榮、沈殿霞等7位結拜兄妹組成咗當時喺香港娛樂圈呼風喚雨嘅銀色鼠隊。佢不僅做演員，仲親自操刀做導演，執導嘅7部電影皆係叫好又叫座。毫不誇張地講，喺60到70年代嘅香港娛樂圈，謝賢就係唯一嘅主宰，係當之無愧嘅統治級巨星。但係老天爺係絕對公平嘅，當佢俾咗你絕世嘅容顏和爆棚嘅演藝天賦時，往往就會悄悄抽走你理財和做生意嘅腦筋。
喺香港娛樂圈有一條用無數破產案例總結出嚟嘅鐵律：明星千祈唔要做生意。而一生精明嘅謝賢，恰恰成咗呢條鐵律下最慘痛嘅水魚。擁有巨額現金流嘅謝賢，最開始嘅投資思路其實係好正統嘅香港人思維，買磚頭收租。如果喺呢一步收手，佢而家嘅身家絕對係天文數字。但佢嘅野心同埋自信心被演藝圈嘅成功無限放大咗。80、90年代，隨住香港出現一波移民潮，謝賢亦都舉家移民加拿大溫哥華，手裏面攞住拍戲賺嚟嘅大把現鈔，四哥豪氣干雲，直接一口氣買下咗溫哥華整整40棟別墅嘅地皮。佢打算自己當開發商大搞房地產，結果咧，極度缺乏專業商業調研嘅佢，嚴重高估咗當地嘅市場行情同埋自己嘅運作能力，資金鏈斷裂，投資血本無歸。換作常人早就偃旗息鼓啦，但係到咗1993年，四哥依然唔信邪，睇到內地經濟騰飛，佢又大舉殺入內地房地產市場，野心勃勃地喺上海投資興建一個超大型嘅綜合性高爾夫球場，各方打點，瘋狂砸錢。眼睇就要破土動工，結果最後僅因為一個關鍵嘅批文冇辦落嚟，成個項目直接胎死腹中，又係幾千萬元嘅真金白銀打咗水漂。呢仲唔算完啦，屢戰屢敗嘅佢後來又轉戰澳門投資巨型酒吧城，結果僅撐咗3年，就因為經營不善、股東糾紛等問題關門大吉。呢一連串災難級嘅投資失敗，差點把謝賢半個世紀嘅積蓄全部清空，坊間更係傳得沸沸揚揚，話四哥喺澳門欠下巨額賭債同埋生意債，被逼把年僅16、17歲嘅兒子謝霆鋒賣俾英皇娛樂老闆楊受成去抵債。坊間嘅傳聞一直編得非常逼真，甚至有鼻子有眼，話謝賢當年做生意大敗虧輸，又因為喺澳門爛賭欠下咗幾千萬嘅巨額債務，被債主追上門。無奈之下，走投無路嘅四哥只能把極具音樂天賦同偶像面誕嘅親生兒子謝霆鋒當成籌碼，抵押俾咗實力雄厚嘅英皇娛樂，以此嚟換取一筆巨額嘅簽字費，攞去填補自己嘅無底洞。謝賢當年唔僅僅係有錢，佢係相當有錢。作為香港60、70年代收入最高嘅頂流男明星，佢嘅片酬喺當時係可以直接扛住一麻袋現金去買下一整棟樓嘅。瘦死嘅駱駝比馬大。退一萬步講，佢就算短時間內資金周轉唔靈，也絕對冇淪落到要靠賣親生兒子嚟替自己還債嘅絕境。更何況當時謝賢偶爾仲會接各種商演、登台剪彩，雖然唔多，但依然係有相當可觀嘅收入來源嘅。所以與其話係淒慘嘅賣身抵債，不如話係謝賢利用自己喺娛樂圈深厚嘅人脈、毒辣嘅眼光同手裏嘅籌碼，俾兒子談下咗一份資源最頂級嘅經紀合約。其實後來霆鋒成為咗英皇雷打唔喐嘅一哥，紅透半邊天，也徹底印證咗當年謝賢呢個決策係何等嘅聰明同正確。替父還債大概率只係當時娛樂媒體為咗增加悲情色彩、博取同情分而故意渲染出嚟嘅一個禍頭。實際上呢係一場順理成章雙贏嘅商業合作。謝霆鋒用自己嘅實力證明咗英皇冇睇錯人，而謝賢也從未真正把自己嘅寶貝兒子當成無情嘅提款機。四哥一生經歷過5段刻骨銘心嘅感情，2度步入婚姻殿堂，又2度瀟灑揮手告別。從50年代嘅影壇玉女到紅透半邊天嘅台灣女神，從前衛驚豔嘅香港小姐到轟動全城嘅上海小女朋友，佢嘅情史橫跨咗大半個世紀。第一段情，50年代嘅金童玉女與嘉玲嘅7年之行。佢演藝生涯中嘅第一位圈中摯愛，正是當時同屬一家電影公司嘅著名女星嘉玲。當時嘅香港娛樂圈，謝賢同嘉玲嘅組合簡直就係票房嘅保證。兩人喺銀幕上愛得轟轟烈烈，
喺銀幕下更是公認嘅金童玉女。佢哋出雙入對，羨煞旁人。據當時嘅媒體報道，呢段戀情足足維持咗7年之久，堪稱係四哥青春歲月裏最長情嘅一段陪伴。然而現實往往比劇本更殘酷。當時嘅謝賢正值成年，初嘗酒紅之味，生性貪玩，中意夜生活，享受被萬千影迷簇擁嘅感覺。而嘉玲作為一個傳統女性，喺經歷咗7年嘅愛情長跑後，極度渴望能夠安定落嚟，步入婚姻嘅殿堂。一個想繼續喺花花世界裏流連，一個想得一個安穩嘅家。兩人喺人生嘅步伐上出現咗嚴重嘅錯位。最終嘉玲睇透咗謝賢暫時無法被婚姻束縛嘅心，選擇咗揮劍斬情絲，隨後嫁俾咗一位泰國華僑，遠走他鄉。第二段情，60年代嘅短暫交錯與蕭芳芳嘅性格博弈。進入60年代後期，香港嘅流行文化開始發生劇變，青春片大行其道。喺呢個時期，謝賢遇到咗佢人生中嘅第二位紅顏知己，七公主之一嘅蕭芳芳。當時嘅蕭芳芳青春無敵，才華橫溢，係全港年輕人嘅偶像。兩人因合作拍戲而擦出愛火花，男才女貌嘅搭配再次引爆咗娛樂圈嘅話題。然而呢段被外界睇好嘅戀情卻僅僅維持咗1年多便宣告結束。究其原因，完全係因為兩人喺生活理念同價值觀上嘅大相徑庭。蕭芳芳為人極其勤奮好學，即使喺拍戲嘅空檔，亦會手不釋卷地睇書進修，對自我要求極高，渾身上下散發住知識分子嘅清冷氣質。而當時嘅謝賢呢，依然信奉住人生得意須盡歡嘅享樂主義，中意打牌、跳舞，同朋友夜夜笙歌。有傳聞稱有一次蕭芳芳勸謝賢多讀點書，學點英語，結果四哥聽後大為頭痛，覺得自己根本唔係讀書嘅料。謝賢好快意識到，如果兩人繼續糾纏落去，自己呢種自由散漫嘅性格必然會耽誤呢位好學上進嘅女仔嘅錦繡前程。於是喺睇清咗兩人不可調和嘅差異後，謝賢做出咗一個極具紳士風度嘅決定，主動選擇退出。四哥呢種愛，佢就放佢走嘅灑脫，至今仍被香港媒體視為娛樂圈和平分手嘅教科書。第三段情，70年代嘅跨海蜜婚，不顧一切迎娶珍珍。時間嚟到咗1974年，已經步入中年嘅謝賢，終於迎來咗人生中嘅第一次婚姻。而呢一次嘅對象係當年紅透台灣半邊天無數男人嘅夢中情人珍珍。呢段感情從一開始就充滿咗戲劇張力。當時嘅甄珍呢，被台灣影壇視為珍寶，女方家人呢對呢段戀情極度反對，認為謝賢唔單止年紀大啊，而且過往情史豐富，俾人一種花花公子嘅輕浮印象，怕甄珍所託非人。香港同台灣嘅媒體更是天天跟拍，外界嘅輿論壓力如排山倒海般襲來。但呢個反而激起咗四哥嘅叛逆心同男兒血性，佢唔顧外界嘅流言蜚語同女方家人嘅重重阻撓，直接帶住甄珍喺香港秘密註冊結婚。可惜呢段轟轟烈烈，甚至帶有幾分悲壯色彩嘅婚姻，並冇似童話故事咁樣迎來永遠幸福快樂嘅結局。婚後冇幾耐，台灣著名導演劉家昌開始對甄珍展開咗瘋狂嘅重新追求。劉家昌嘅介入斷一根刺，砸進咗呢段脆弱嘅婚姻。加上謝賢同甄珍因為工作關係經常聚少離多，夫妻間嘅裂痕越嚟越大。最終呢段婚姻僅僅維持咗唔到3年，便以離婚黯然收場。甄珍隨後嫁俾咗劉家昌。面對奪妻之恨，換咗一般嘅男人早就暴跳如雷，老死唔相往來啦。但謝賢偏偏唔係一般人，佢咽下咗呢口氣，冇喺媒體面前講過甄珍半句壞話，甚至喺兩人離婚多年後喺公開場合重逢時，謝賢依然能上前給予一個熱情嘅擁抱，兩人仍展現出極其友好嘅關係，仿佛當年嘅恩怨情仇早已隨風飄散。
第四段情，80、90年代嘅終極明星家庭與狄波拉嘅半生緣，與狄波拉嘅呢段婚姻絕對係佢生命中最濃墨重彩嘅一章。1978年與甄珍離婚後嘅次年，謝賢對當時嘅當紅女星、首位香港小姐冠軍狄波拉展開咗猛烈嘅追求。狄波拉年輕漂亮，作風前衛，兩人嘅結合再次轟動全港。拍拖僅僅1年後，兩人於1979年舉行咗盛大嘅世紀婚禮，場面之大，明星之多，堪稱當時嘅城中城事。婚後，狄波拉為謝賢誕生咗謝霆鋒同謝婷婷。呢一家四口無論走到邊度都係鎂光燈嘅焦點，成為咗香港乃至整個華人世界最受矚目嘅原生明星家庭。謝賢亦一度修心養性，扮演起好丈夫、好爸爸嘅角色。喺好多香港人嘅記憶裏，謝賢同拉姑帶住年幼嘅霆鋒同婷婷拍攝嘅嗰啲賀年照，雜誌封面代表咗嗰個時代娛樂圈最完美嘅家庭圖景。然而相見好，相處難，呢段被無數人羨慕嘅婚姻喺維持咗16年後，於1995年突然畫上咗句號。兩人宣布離婚嘅消息再次讓香港狗仔隊傾巢而出，但令人大跌眼鏡嘅係冇爭產、冇奪權，更冇互撕。離婚5年後，狄波拉改嫁俾咗新加坡籍機師胡蘇康江耀成。喺香港呢個八卦文化盛行嘅地方，前夫、前妻、前妻嘅現任丈夫呢3個身份一旦交織喺一齊，通常都係一地雞毛。但謝賢呢唔單止大方祝福前妻再婚，而且與拉姑及其現任丈夫胡蘇康呢相處得極度融洽。香港嘅狗仔隊無數次拍到謝賢、拉姑同胡蘇康3人一齊喺高級餐廳飲下午茶，開心聚餐，甚至仲會拉上霆鋒同婷婷一齊家庭聚會。喺飯台上，謝賢與胡蘇康談笑風生，拉姑喺中間為兩人夾菜，畫面和諧得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真正把再見亦是親人演繹到咗極致。第5段情，千禧年後嘅忘年絕戀，轟動全城嘅 Coco 爺孫戀。2005年已經69歲嘅謝賢喺一次偶然嘅機會下結識咗來自上海年僅20歲嘅女仔 Coco， 兩人之間足足相差咗49歲。呢段被稱為爺孫戀嘅感情一經曝光，全城譁然。謝賢對 Coco 誇張啲講係寵愛有加，無論係逛街購物、出席活動，仲係錄製綜藝節目，兩人總係形影不離，當街擁吻更係家常便飯。謝賢甚至為咗陪女友，經常往返於香港同內地。呢段被所有人唱衰嘅戀情，竟然高調且穩定地維持咗長達10多年。隨住時間嘅推移，外界嘅嘲諷逐漸變成咗驚訝，最後甚至轉化成咗一絲敬佩。大家開始相信呢兩人之間或許真嘅有超越年齡嘅真愛。就喺所有人都以為 Coco 會陪伴四哥走到人生盡頭嘅時候，謝賢有一次做出咗令人意想不到嘅決定。隨住年事漸高，謝賢深感自己嘅身體機能大不如前，佢唔願自己成為 Coco 未來嘅包袱，更唔忍心耽誤呢個大好年華嘅女仔嘅下半生，於是佢忍痛選擇咗分手。據香港傳媒爆料，為咗保障 Coco 未來嘅生活，謝賢喺分手時豪宅高達2000萬港紙作為分手費贈予女方。面對呢個傳聞Coco 本人喺接受內地媒體採訪嘅時係堅決否認嘅，佢強硬咁樣表示自己從來冇收過呢筆所謂嘅分手費，並拍住胸脯話自己同四哥喺一齊，絕對唔係為咗錢。佢話自己也有賺錢嘅能力，想買迪奧嘅鞋子，想買名牌包包，買高級衣服，完全可以靠自己搞掂，唔需要依附男人。佢之所以跟四哥喺一齊長達10幾年，純粹係被四哥迷人嘅人格魅力所折服。四哥把佢當成親生女兒一樣寵愛，甚至填補咗佢從小情感上對父愛嘅某種嚴重缺失。
如果我哋仔細盤算呢12年嘅感情裏，真嘅冇金錢嘅厚重烙印嗎？ Coco 認識四哥嘅時候才20歲出頭，嗰係一個女孩子最青春無敵，像花骨朵一樣美好嘅年紀。佢把一個女人最寶貴嘅12年青春，從20多歲熬到咗30多歲，全部奉獻俾咗一個比自己親爺爺年紀仲要大嘅80、90歲老人家。面對咁樣一個把最珍貴、最水靈嘅青春都死耗喺自己身上嘅小女友，四哥怎可能喺物質上虧待佢半點？據圈內知情人士透露，當年 Coco 喺內地做生意搞投資，因為年輕唔懂行，面臨咗極其嚴重嘅資金虧空，被債主逼到咗懸崖邊上，走投無路。四哥得知呢個消息後，完全冇半點猶豫，更冇半句責備，佢直接乾脆利落地把自己名下一架全球限量嘅頂級豪車俾賣咗。大家要知呢架車可唔係普通嘅交通工具，嗰係謝霆鋒為咗孝敬老達，專門花重金從國外定製，並且高價配咗專屬車牌送俾佢嘅無價之寶。四哥連眼睛都冇眨一下，直接把呢架意義非凡嘅車變現，把大筆巨額資金全部攞去俾 Coco 填補咗投資嘅無底洞窟窿。試問有幾個男人能做到呢個地步呢？為咗紅顏知己，連親兒子送嘅寶貝都能眼都唔眨地賣掉。呢啲林林總總嘅真金白銀加起嚟，仲用得着喺最後分手時結算一筆所謂嘅2000萬分手費嗎？ Coco 話佢冇拿嗰2000萬嘅一筆過分手費，我相信佢話嘅係絕對嘅實話。因為咧喺呢長達12年嘅交往過程中，四哥為佢提供嘅經濟支持咧，早就遠超過咗2000萬呢個數字咗。更令人感慨嘅係呢段感情嘅結局。2018年係謝賢主動提出咗分手，因為佢感覺到自己真嘅老咗，身體機能開始嚴重下降，大唔如前。佢唔忍心睇住剛剛30歲出頭嘅大好青年 Coco 變成一個天天喺床前伺候老頭子嘅全職護工。呢個就係四哥謝賢風流但唔下流，多情但絕唔絕情。謝賢嘅離世帶走咗一個時代。回顧佢呢89年嘅人生，簡直比佢演過嘅任何一部連續劇都要精彩。佢嘅一生完美貫徹咗佢自己總結嘅瀟灑哲學：5段情史，2段婚姻，從初戀嘅清潔到爺孫戀嘅轟動，佢愛得坦蕩，走得瀟灑。正如霆鋒所言，唔好為佢哭泣，只要記住佢嗰個完美嘅身影。四哥一路走好，喺另一個平衡時空，願你依然係嗰個戴住墨鏡、身姿挺拔、永遠風流倜儻嘅翩翩佳公子。